时光，每次幸福想象，是田也是朵花，开得很棒。有一句话说，会唱歌的男人一定很会煮菜。那一定不会煮菜。有没有美种的？倒扣不会留下来这样。气氛。哎，要试试看。早上我抢炒给他吃了，他就不高。我又被歧视了。你好可怜哦。这真的厉害，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哦。我这吧。长高了。张国谦说他最近都会开始练的酒，要变大人。对，我要长大。都已经几岁的人了？你要讲你18要岁。40岁了才在跟我说你要长大。哎，我比你小一轮呢。喂。出去。哎。来啊，出任务！我白黑神队友呀嘿！张国谦那把懂眼就黑猪队友哎，啦。八个意思，懂猪就好嘞，就是。哎，这对你来说太可爱了。咩就亲民猪队友啊？你在试试吗？好啦，莫用天哦。做乜开会讲神队友嘞？哎，对阿妹突然来个强下来哦。冇错，而且利用水爷爷跟妈妈呢，厨艺都十分厉害。哇！哦，来爷也都是多才多艺。嘿啊，都会直接可以，不管是颜值或者是才能，都直接可以 KO 你。哎，目前我们没有这个职缺。而且身高也可以 KO 你。这好像倒是哦，倒是。这是真的。喂，好啊，阿金妹是否会小改一下？好，一样呢，给我们也还是我们冰雪奇缘的组合了啊。先来分享到你阿冰豆师傅。大家好，欢迎阿冰豆。再个咧，分享到系刘杰林刘师傅。大家好，我系雪玲。雪玲姐好。三号轮呢，来分享到你逢车茶水站，係來自屏東竹田嘅文世田大姐以及燕峰分享。刚刚讲记得今年有荡荡枪拼动狗来，母子档，嘿，师傅两位又躺进出来哈。没，认真来说，认真，我们的田姐呢，她是从越南来的。哎呦，更远，师傅就躺进出哦，躺进出哦。不过蓝锤厉害咧，记得从突然中拉来哦，记得动厉害，是这个行销影音达人陈一凡、王玉明。你看汤调的款机票呢？哦，今天对竹田拿了乜嘅好東西俾睇下先。哇，有個東西就係，哎呦，乖乖。竹田嘅乖乖，食嚟個乖乖。唔係，個冬天邊喺入面嘅咧，竹田就係有個盛產檸檬，然後結果帶乖乖。對，米乖乖是竹田的特產，就只能在竹田鄉公所買到。懂用講錯啦，竹田鄉農會。蒜香嘞。哎呀，非常的 T 片。我們燕峰哎很厲害，看他顏值就知道了。可以，他是我們客家的誰，你知道嗎？林勝志嗎？不是，苦苓啦，其實是苦苓。不是。沒有。他非常會唱歌，嘿，高中1年生直接就參加流行音樂客家組呢得到評審團的特別獎。韓國記得有所有的創作啊，都係客家的創作，超厲害的哎！有辦法簡單唱一句你的創作嗎？哎，好，哎，今日有下條歌曲係對一個竹田鄉嘅歌曲，我到樹田。好，來。樹田好，向下來衝，快樂嘅衝本是間聽到。屁股本日頭曬走來嘅米是安陽，唔要屁到超好。多謝。哇！你發現咯，你闖過一次之後，完全變成男孩的聲音，真的內向的大男孩。哎，有一句話說，會唱歌的男人一定很會煮菜。那一定不會煮菜，因為醬油倒太多。好，其他你等下給料理啦。好，三下來紹介一下咱推理阿片，大家乜嘅好食咧？來，打開嚟俾大家看。台式泡菜，這個中醫式的。但是要聲音哦，一定要錄好音樂啊，好嗆哦。好嗆哦。因為好嗆，因為那個醬。好，我一起看啊。好好吃啊。烤誒，口感。臭豆腐呢？冇起豆腐哦。來，我來做。我們直接訂叫外賣。哎，好好吃哦。因為有兩個節目講做誒。錯，對不對？為了這個節目，不，一般節目本來就會做主食嗎？冇，我得買菜菜。哦，買菜菜，所以你要選係菜做料理，要菜。冇加蒜頭誒。冇。哇，冇怪動沁香，好厲害，好吃呢。哎，可是玉米也很厲害，改個樣片啊。哎，工作樣片厲害，直接把你壓垮，超過180萬點閱訂閱。
我最近有一支393万的，你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只有一个打麻将的红而已。又观察到哦，我有按赞。有。你是做哪方面的样片啊？記錄客家生活。你本身是做哪方面的？哪方面的？沒錯，愛客家語，但是我不太會講。透過短影音剛好讓我也可以重新把客家話撿回來。要轉來用心。老媽媽好啊，好啊。可是你們比較難過耶，因為你們選到的是豬隊友隊長。還你哦，還你。我們這是神隊友。還你入到呢先哦。貼不起來。好啦，冇正差，因為一塊是係9宮格啦。沒錯，我們先暖場一下，先來金行踢館嘅 PK。向前來挑戰。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唔但唱愛動腦筋，還愛比反應，兩片變數量，順來萬人較厲害。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我等下嘅向前來挑戰哦，開始之前哦，我先來賓講一下哈，因為要相信哦，兩位來賓哦，會唔會認假？該答案係冇強用，但是因為今年都係阿妹來要強下來，我用自身經歷分享，媽媽永遠是對的，好不好？嘿，等一下就唐媽媽誒，好不好？哦，好啊，等一下不但嘗試就記到比賽哦。冇錯，等下你兩嘴哦，唔但唱人家的比賽哦，總共加起來嘅成績就係代表講師傅做啲獻技同方式出來。係啊，好啦。剪刀石頭布，有興意咋？公主先來。不，所以先來先第一題，而且那一題的挑戰，吃水果嗎？好，吃水果。你是在問句嗎？來了，哪一種水果冇給你空腹嘅時間來食？A 係芭樂 ，B 係刺苜 ，C 係奇異果。Healthy。沒有吃飯的話，不能吃麻辣。哎呦，走馬給，為什麼？因為你沒有吃飯的話，吃麻辣都是個錯，那個肚子啊，胃會很那個很不全哎，會受傷我們的胃。真的。燕峰沒哪用腳？我上個放喺上講奇異果，因為夠酸。維他命 C。我喺上講，因為太酸了呀，按照喺講還是番茄花，某色番茄花，來是奇異果，我覺得好像不太 OK。我有問題，我怎麼感覺很像是柿子？那你們3個不一樣的答案。因為我沒有知道答案，但因為柿子給它掛鼻。那它也是要刮舌頭。好啦，幫我們選柿子好。好，確定哦。確定。看下正確嘅答案係叫咩名？搞笑。我今下講到酸哦，唔係因為食起來酸酸嘅，係因為其他地方都有非常豐富嘅果酸，還有單寧酸，所以基本造成嘅胃酸凍到。韓國係因為其他凍甜咧，它的糖類過高，空腹吃的時候會造成升糖速度過快，所以會造成身體嘅某種快。哦，原來係啊呢。玉明二線，你要得藍翠線嗎？哪一家？客家必備技能。好，確定。確定。好，來練客家話，來。可以喊了哦，手作題。好，第一題呢，就係講等下都限時1分鐘呢度呢，我斷好5個字答誒，而且大家呢差唔多50個原案題哦，哎，這樣所以高管。好，等下跟呢我來斷你客家字吧哦，一般人唔是講，哎，這個對你來講真的是輕鬆小品而已啊，易如反掌。真的，啊不過呢，反正也按台第一字來嘛，就盡量斷開台。對啊，盡量周啦，因為剛剛燕峰已經點菜了，等一下就凍久了才開始發現。只問說能不能吃這樣子。好，最少50 KL 它台式。好，先不拿蛋快耶。好，1分鐘停停哦，繼續搶開始。好溫柔哦，哎，好溫柔，一個好。昨天先漏掉。哇，非常大。哎，昨天啦，這個是千元鈔的台式嘞。我們已經過關，哎，不是我們，那是你們。好了，穩定穩啦，等一下用下血啦。不用再剪了，不用再剪了，不用再剪了。還有時間啊。沒差，等一下剪，他說我們太小。6、5、4、3、2、1，好，用下氣血了喲。擺盤呢？來，我們一起試。阿浪接一下。哎，一凡姐，這個不用給師傅看了吧？這一盤就算我們50塊了。我們夾出來，是不是？這個等下再交回給公費哈。一個。有。上面有寫要沾花生粉嗎？唔怕啦，其實你選其他的。沒有，它就是有斷就好。2、3。到狗了呀，又來。是。我真。
这很明确吧？玉米有看到我们魏妈妈的这种这有任何疑惑吗？对，掌声啊！就算算的系2种哦，都比50 Q 还啊，燕峰来，这全部来，是，全部给你。我刚刚随便来，真的太大块。慢慢切啦哈，慢慢切。先来给我提篮水的。这个简直是送分题了。对啦，但是这是客家人必备。对啊。好。还有篮水的都几分？好，看他的讽刺先哪一题？感觉那一题就是让我们选的。哪一个可爱？可爱小猴，我以为是说主题。可爱小猴。南坡下港演奏的。来看。哪里哦？慢慢。传统嘅讲炮上嘅法通，做起嘅目的係乜嘅 ？A 係預防外敵，B 係宗教嘅儀式，C 係成年禮。我必须要说，就是屏东跟尖炮城活动，已经3年来6年请来去表演创作。Oh my god！不可不知。那告诉我，这答案是什么？假使答唔错哦，提4年哦，去做单位，但他是去唱歌而已。冇啦，刚才想讲英国係 A 吧？英國哦，因為跟着6堆，就是感觉6堆地。超。那时候就是6方向正确。对。方向正确。对，就是我们6堆地区就是6个推啊，跟谁打仗的时候，对，或者跟谁，就是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想一定是 A 防御外敌。方向正确。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叫皮。廠商可以繼續找我。綠隊嘅法通哦，多咧前日係燕峰哦，跟下燕峰講話翻出冇咁錯，做 T 嘅綠隊嘅客家先面哦，為到去保護家人啊，因為東東係外敵啊，所以他們要抵抗外敵，是為到上槍彈鼓來點土炮。那現在呢，沒有什麼外敵，所以就慢慢演變成長夜版的世界為舉辦的這種慶祝活動。它獨後係春天啊，所以形容啊，這種北宮的形容，每一種祭典慶祝的儀式了。哇，恭喜！恭喜！繼續找燕峰去表演啦。嘿，我下的。好，藍水。獎金。台上拱出來。哎呦！這2題實作題都給你們選走了，太厲害了。講埋嘅咧。利用啥地圖拍23年做推表，漢時30秒當中，聽好，大家馬上進行哦。我講出10種客家美食，請開始。糍粑、百葉、米粉、米奇木、捏板、公板、各種板，甜板、發板，還有2種，還有1種，是不是？牛美種的爆扣不會留下來，這樣。那要試試看。張博謙說他最近都會開始練射球，要變大。對，我要長大。都已經幾歲的人？我講你先。要40歲了才在跟我說你要長大。我比你小1輪呢。喂。出去。捏板、公板、各種板，甜板、發板，還有2種，還有1種，還有1種乜嘅板？烏龜板。好，烏龜板。哇，十全十美。哎，都挑戰呢，佢講聽那個還唔記得呢。哎，好強哦！佢除了這個想出來之外，還要記得這個講出馬改。哎呀，這個一凡姐都有在賣吧？平常 rap 不，他會 rap 哎，只差沒有 rap 出來而已。遊戲藍追。耶！很厲害了。啊，這真的很強。來，紅隊。還有 CP。田姐。你選一篇好了。你覺得你兒子是不是可愛小猴子？你先選，還是選那個選那個西河味。好，我一定整個西河味。客家話講嘅做後勁，係講人係用版呢 ，A 係反應同機靈 ，B 係比較奸詐狡猾 ，C 係數腳同靈活。哇，這個咁講後勁呢啊，做後勁。田姐要不要參與一些討論？罵小孩就西河味啊。對，越南人罵小孩都是這樣罵。不是啦，那個客家啦，客家人做罵小孩西河味，就是小孩。確實會，所以你只都講他負面哎。嘿嘿。可是猴子有奸詐狡猾嗎？好像沒有，是狐狸哦。對呀，我們不會用黑尾來講人家當干跳。你先散掉你散開。黑尾應該係反應較強吧？哎，就選 A 好啦。好，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哎啦，講
走后劲哦，因为后劲跟动机没动调皮啊，所以形容一半年哦，就是反应机灵。不过又相信确实哦，它有一点戏谑这种负面的意思啊，走后劲啊，走后劲啊，用面。恭喜恭喜，来帮我贴一题大哦。家走下面去。用题，哎，你2题都靠明珠呢。谢谢。等下你请他吃饭呢。我们机智判断 OK 的啦。呛是起来。好，来，浪吹蓝追不足。木竹护眼达人。啊，本那一个强菜地度的叶黄素含量最高，A 是芥菜，B 是番薯叶，C 是番瓜。好，番薯叶，哎呦超麻对不对？我也有感觉在含番薯叶。因为我有看到影片，地瓜叶可以那个煮地瓜叶的水可以喝，菇木煮菇不足，比叶黄素还好，真的，比个营养食品叶黄素还好，真的哦，真的。好可是知低了识。含量有点太高。哎，太对呀，你来维基百科看一下哎。正确的答案，嘿，恭喜，就是 B。哎，行动维基百科那伊啊。凡姐咯，你好，我改做伊凡老师。哇老师好哎，老师好。因为刚才就讲到番薯加包跟叶黄素的含量真紧非常高，所以煮过的水哦，真紧做在当做嘅古木煮的水来啉。我跟三家咸红当中哦，一定都系饭瓜嘅叶黄素还少，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哎饭瓜嗡嗡诶，还有叶黄，没关系。没有。好，恭喜先生，太厉害了！出2题了哦哎。，师傅，你们待会真的要攀走，因为目前都是全对的哦。哎，我们第7季以来第一次都目前全对哦，不要让我失望哦。好，那我想要浓醇香。好，好，哎呦，博雅嘅肉燥嘅時節，我揀伊物嘅做得較夾露出當香嘅米絲，A 係吉利丁粉，B 係蒜蓉醬，C 係粉頭醬。我直接猜 B。我為什麼？為什麼我覺得是 C 呀？就是因為花生醬，因為反挑中係你本嘅。佢講嘅肉最有香味誒，而且是濃誒。肉有杯嘛？中用眼，有用眼味啊，味按切咖啡不用反挑中。冇我不用一般加蒜蓉醬。一般豆腐卡都不用卤包甜甜，挑啦，卤包啦，有那个八角，八角，八角對，好，我们还有那只个能扣到一番松節。松酥啊，那个油那个什么蒜头这个油葱酥油葱酥的，所以你都有起到讲答案係我 B 好了。 B 蒜蓉醬。來看一下冇民主填寫嘅答案，咁正確呢？哇， C，我的直覺飯頭真的是正確。真的會加花生醬。對，因為它香啊。錯，家下就講到香之外咧，就係計黏土哦，因為飯頭醬啊，基本上有咗乳化嘅效果，所以煮嘅肉燥嘅時間，並且通時嘅飯頭醬啊，除了做咧本地下香之外，嘅黏土哦，它可以做短時間地擺肚煮到黏稠稠嘅。好，哎呀，易容姐，沒有給，沒有給。怕，現在已經很厲害了，現在已經很厲害。對啊，易容姐，最尾一題最哦，後一題嘍。連4題答對的哦，第一屆首創哦，來。哇，好，長長久久的看一下嘍。快菜加嘅韭菜家族地度那一種嘅膳食纖維最高，A 係快菜吧，B 係快菜，C 係快菜棒。哎，唉，膳食嘅纖維，膳食纖維最高，韭菜，我也覺得。韭菜纤維最高，有原因嗎？韭菜它比較容易幫排便，大腸蠕動還好。對。公司才就好容易放屁嘛。再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連4題，太厲害了！哎，答案甚至不夠貼嘞，沒有，來來沒有想過，沒有。有啦，來送你一隻啦哈，攬出嚟得到一份。好，不過做乜計咧？因為韭菜啊，佢受到日照的時間哦，水沖啦，就是跟日頭有關。唔單止係膳食纖維甜甜哦，其他的營養素啊，包括了就鉀、鈣啊、胡蘿蔔貝塔素啊、維生素 C 啊，你都比其他的韭菜花、韭黃還好多。唔錯，恭喜！冇按嗰種叫水客嗰種，係啊位置客高。哦，你可以中到水管的地方。哇，連4題呢！好，等下呢公布成績咯，風吹有3分，藍吹得到4分，恭喜！太厲
厉害，太厉害！而且这一题应该算答对，因为队长我是选 C 啊。我是卖锤，卖锤。来，好，来先去。七样，你可以煮7道菜吗？你挑出你不要的啦。肚肚係按豆做，冇法度做，應該做甜的。好，而且先咧係牛奶，好，還有咧係低筋麵粉，面粉，雞蛋，還有得卵啊。因為成條姜嘛，最重要嘅，我做出來，還有咧係棉花糖，那一定要炼乳喽。還有咧係吐司。哎，都用那就這2個。你的盤子夠放嗎，大哥？係，加2種醬嘅來。哦，你算2種兩種。2種有煉乳，還有咧係巧克力醬。7種有冇用啊？7種嘅啊，7種嘅。這麼大方啊，它大方到這樣算2碗，就是2樣。我非常期待。好啦，用師傅先好食吧，當叫冇食到甜點咧吼，來看一下師傅用嚟做變化咯。師傅上菜了。哇，今日師傅呢當澎湃嘿，現到嘅切方食材有好好嘅感車，風吹了藍水長水炸。這是懂澎湃，你懂甜呢吼。可是切方食材你要做幾道出料理啊？一項啊，啊，7合1，其實有啲做料理哦，冇按到東西做唔出來。基本咧是暫時紅咧，所以你要做咧係甜蜜蜜煎餅。哇，冇可能為了文式甜姐兒吧？哇，甜蜜蜜，因為咧煎餅一定要有粉嘛，因為你塗咧低筋麵粉，配咧牛奶，然後卵，所以食材最少是會散紅以上咧，所以你冇按到做唔得啦。來你不攪，你不然你用咧麵粉低筋麵粉，好產到100克，配2隻嘅卵。啊，牛奶好是甜的加，加本嘅要濃稠，好要濃稠。你因為個時間嘅關係，要先攪好咧。啊，最主要濃稠度是靠你咧痛期一定黏。哦，是不是？調味做唔得，豆蔻不會留下來這樣。要試試看。好，等下你先恁這讓它切咧麵包，好切當咁樣。麵包就會是邊邊啦。嘿。對，對，難得有跟我一件性質相同的，難得哦，真的難得。找個來，等下你係棉花糖咪會切的樣子。地板還有唔記得啦，不用啲甜的部分，因為要拿落嚟煉乳，所以地板要不用啲甜的部分，用煉乳樣子，不要跳梅。甜姐兒嘛。那是我愛按的，給前面摸甜姐。哦，是什麼甜蜜蜜？有甜蜜蜜。那要唱那首歌嗎？來，預備起。哎，我唔是彈講你唱歌呢？啊，咁咪咧路線呢？因為金毛酒金毛唱，他叫我注意怎麼唱。哎，各位。我剛才在私底下談到一件事情，張伯謙說他最近都會開始練食酒，要變大人。對，我要長大。都已經幾歲的人？你要講你些要40歲了才在跟我說你要長大。哎，我比你小1輪呢。喂，出去，你好好聊天。甜姐兒，出去。豬隊友嘛。對啊，真的。都練很記得呢。真的是豬隊友。來，要先照他一煎，你係不可以煎叉長，啊你。放開玉米濃湯嘅嗰種嘅麵包檔咁樣，我地板度底下爆落去先有口感。那棉花糖了，就上發係哪一片落去嘅？最主要係你本身有一隻粘着劑啊，哦，要粘起來。酸甜好吃啊！如果這樣，我可不可以加一點那個紅酒醋？沒做的。加豆奶、牛奶，這樣會牛奶碰到酸會離合吧？蘸醬啊。哦，果醬該就算走在變化了。哇哦！我以前小時候都很愛吃那種黑糖煎餅，是敢用麵粉。那個是不是叫做就是麵粉煎呢？對，而且給木頭都極度會爆漿，特別要1塊的。嘿，木頭它就剃頭粉蓋。不要加剃頭粉。可惜了，這就不一樣。幸好。你都有就經過麵粉煎的時節啦。有啊，我們都有啊，以前也是便利粉呐。麵粉煎。便利粉鉗的啦。哎呀，便利媽媽煎的。凍濃稠啊，便利粉鉗啊。什麼叫加湯？用啲啲湯啊，它以前咪便利粉包。沒有甜梅。哦。上色。哦，就人家上進去炒唄。嘿。假如說我想炒給他吃的才這麼高。然後我又被歧視了。你好可憐哦。這真的厲害，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哦。
我是吧？小高了，开玩笑的昂狗。对啊，你不要站那旁边呐。哎呦，我立刻远离了。哎，你们家的基因都昂够啊？我哥比我更高。你是在鄙视我吗？就哎，两家上进去炒的。嘿，小朋友切的感觉有没？用个棉花糖再并落去哈。哦，冇怪是听切到油油，很像棉花，因为假使冇用到反正会个结口感冇怪怪。哎，好好爆很像爆米花一样。就是并落去，所以冇强用的口感。哦，来煎一个。我们有就用可乐饼啊，可丽饼，产到可丽饼，该种感觉。就雪玲姐，你最好吃的甜点，客家甜点係乜嘅？鹹撈飯啊，哦，鹹撈飯要幾歲呢？幾種？幾種咩都得，所以做兩種皮啊，哦，下擦掉也係嫩掉，會係好食。先嫩掉要好好煎。哦，那嫩好好爆啦，好好爆，爆好的些长在煎，不可以炒炒呀。哦，哇，这个一定很好吃。哦。所以地背未做得不用姜椒了哟，未做得不用到水果啊，那都准做得。另個哦，公食材里头就东西合并榴莲呢。只要是任何黏黏味东西都做得你为啦。什么不自己单吃就好了？民主唔好食榴蓮啊，矮粥就吃啦。但是没有特别喜欢。可是说真的，没有人在节目当中助攻榴莲的料理耶。是不是又是我们制作单位的立场？巧思。好像蛋饼皮哦。炼乳。哇！张伯谦最爱。来鱼浆也是个通口的都不含口。哎，这已经超过那种什么法式甜点了。的热量吗？的就是美观呢。好。再加上演习吗？哎，也有羊猫羊啊。赞，台式的。好，来。甜蜜蜜煎饼。按钮去后 C 喽。是不是一个重杀？耶，凤球摸血香哎！真的。来开荤吧，各位。哇，来。开荤是。就因为台尬的洞穴，基哦燕峰戒糖戒很久，真的。是你吧？基本来你不要讲。让来又豆比哦。来，一起试吃。给你。好香，谢谢。哇，幸福嘅姊妹。好香哦。很好吃有那个棉花糖的口感。韩国金魔鬼节听外用那个吐司边，咱们硬叉。赞，好吃。哇，很好吃，好特别啊，都好吃。懂这篇。玉明觉得如何？挺好吃。可以上一集短影音吗？走的。可以破180。我们兵哥就靠你喽。上榜打票。真的好吃哈。好吃。你好学甜美吗？好。你看，燕峰呢？有办法唱一首歌行？该不会？真假的？积极创作，来，我们洗耳恭听。但之前你被调板条下调个不阿梅，因为阿梅两个极度甜嘛。哇！所以我觉得吃完这个料理，就是这段时光，每次幸福想象，是甜也是朵花。开得芬芳。哇！热烈掌声欢玉明，生个儿子来天天谈恋爱，这真的是很棒的母亲节礼物哎！啊，谢谢。而且又结合这个料理冻香，我穷容给感觉。没错，阿姆公呢？杀哈罗真的就是要母子连心了啦，因为最后一关呢，我们说真的就是要厮杀了，我觉得彪起来啦，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客家南北大战。嘿，让他呢马上去了金行最杯民艺馆去挑战，走下练功夫，经典上嘅料理 PK 来了，
两嘴爱到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一出青沙皮嘅素魯菜。新來萬人做嘅料理，本人食到會前面咯。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一家之主準備好愛上菜了。最杯米一馆呢，根本呢係這個兩隊的母子大戰，超級緊張哦。因為呢，這個是金氏情人與前世情人的組合，這合了兩個時空的力量。你講到安內哦，等一下哦，假使記到假使又讓架哦，那就算他們地頭上。不會，情侶誰不吵架？係啊，來紅隊帶來的菜色係嘛？該來催命。甜妹粵式排骨飯，哇！甜妹啊，你是阿妹，我都甜嘛，甜。但是其實排骨飯甜妹啊，甜妹哦，有排骨嗎？排骨在這，丟了排骨。這個醃是那個魚肉啦，還有那個越南醬油。哦，好，還有那些那個我們叫台灣的蒜頭。哦，還有黑胡椒。好，等下我們再好好來聊聊。但是先到台下講一下，最杯米一館呢有心情嗎？有。田姐又對微笑係用現，我看下藍水哦，藍水母子連心，帶來一個菜色，按到乜計？客家炒米粉。哎呦，炒米粉。米粉這道兩片，她是米粉女王。傅師兄來教你一下，你這個米粉有哪個特別之處？哎，等下這個秘密武器，等下這個種下這個種的風水後，等下這個練雞油。哇！雞油。等下做得又幾個了哦，有及格。哦，等下最尾一個咯，母子連心哦，吼，有信心嗎？有。加油！兩歲都已經準備好勢，馬上來倒水。3、2、1，搶開始！做得開始做了喲。哇！一片係客家的傳統，一片係越南的料理。來看看，我超愛吃粵式料理的。這樣最大的。田姐，這是你的家鄉料理嗎？對，我們平常做衛視那個。彥峰是獨生子嗎？沒辣子。你妹還帶有通識呢。講課廣播電台嗎？哇！先幫我現穿一下。你們是大前輩。這個是櫻花蝦，對不對？對。安排家。東港櫻花蝦。哇！用屏東最有名的。冇錯。哎，講到屏東最有名，年鳳美係其中之一，它是竹田之光。乜解紅啊？啊？乜解？伊係竹田之光，佢就到竹田的骨小寫一條過橋。啊，錯。哇！那時候迄陣最近個時候嘅小朋友跳下來下嘅啦，佢哋嘅邊有咩歌曲？哇！今年全球年兩屆嘅。哎，這個要編號哎。我知道番號呢。這個我來。好，那個也。哇，兩首位。好厲害。有點。你唱寫到客家總台哦。錯啊。因為客家我咪講到安講當流量。迄同埋阿婆唱下戲。哦。即係就同阿婆戲，講下古時就所以講客家話。你咪就寫一條過橋幫阿婆。錯。算是我的客家出道曲，那邊亂講。好啦，就是按照記得歸來。這個在條線有時候嘅都嘅民族講到去比那個客家流行樂大賽嘅在中嘅走。哦。他是一個很溫暖的大男孩。好。有交女朋友嗎？沒有。他媽媽在隔壁呢。來，媽媽耳朵先遮起來，我們再問一次。媽媽真的都沒在聽我們講話。對，不許遮。對啊。好，我們等下再回來哈。好。因為我們在這有點多餘。來！哇，依凡姐，你好，主持人。哎，你好。依凡姐啊，看喺我上，哎呀，真定當後面已經孫嘅5歲哦16歲。不可能。唔聽嘅。誰？我睇來嘅。你用幾多隻來啊？我兩個來，一個妹。哇，當好。你看唔出來已經孫嘅16歲。你留他窮姐弟呢？真的。玉明已經完成他米粉的部分了嗎？對啊，玉明，你在那邊很像是要當老師哎。我來削這個。玉明平常的工作係乜嘅？就是自媒體這塊，就是幫做 GQ 類啊。GQ 哦，快2年了。那你覺得他有潛力嗎？沒有，他趕快勸退他。我是一個好的 IP 嗎？你不要亂講。是。你停了3秒，觀眾都有超過。其實有些事情勉強，我們都會剪掉。他們會幫我剪，可以。有些事情勉強不來。一定要勉強對。
你挑，走对。咱嘅時節形容版本製作單位看到繞場以內。因為一隻樣品，7-11的客家話有蠻講。7-11呢？媽媽，7的客家話怎麼講？7個的牛奶粉。我說你們。7個的牛奶粉。剛剛有講牛奶粉嗎？7個的牛奶粉。7個的牛奶粉。沒開關的哦。沒有7個的哦。 7個的牛奶粉。就是這部片就很多人就創下180幾萬瀏覽次數。我們在努力什麼？到底流量密碼是什麼？就是你不要認真。哦，應該不用每就天天向他走嗎？他幫我拍。哇，好浪漫哦。給 P 掉已經湊落去嘅。哎。壓力穩定。第一版係要香菇、豬肉絲、那個蝦仁、油蔥酥。都用客家料。跟你啊做啲倒落去。一般講啊，問啊炒米粉的精髓係嘛該？自家種那個給油真香。啊，給油。啊，但是那太師傅餅還是沒法度啦，是講煮了不自家攝影師做的啦。哎呀，你看上了昂購。對啊，你不要站在旁邊呐。哎呦，我立刻遠離了。哎，你們家的基因都昂購哦。我哥比我更高。你是在鄙視我嗎？好，啊，我們等下再回來。好，等下先表跳，有沒有？好，不給你表一下。哇，那個肉，先摸一嘗看看嘛。哦，隊長來試試看。好，哎，什麼意思？什麼意思？哎，我很久沒有試吃哦。來，波車來。哇，還有脆板板呢！哎，等下來整給你。看起來阿伯先來啊。來，你不能吃肉，我的肉這麼少了，不然你要。那好，切盤。可以剪啊，可以剪小。哇！那蛋產用款是這個是我那個挑哇，好吃到推我。那個挑我跟米奇。好吃，這個就是煙櫻花蝦。小時候我常炒給他吃的，才這麼高。然後是這樣。然後我又被歧視了嗎？你好可憐哦。哎，這真的厲害，你看哦。我吃吧。長高了。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哎，炒到當短的時間就在炒到香，哎，真的很好吃。可是燕峰，吃這你最好是媽媽煮的嘛該椰南料理。那記得謝謝原來會煮個雞肉嘅粥，雞肉粥。但是那個雞肉粥，我們就吃雞蓉粥而已。你們記得雞肉嘅粥裡面不用買個東西，你們還記得嗎？有啊，我們的台灣的那個草菇啊，草菇呢黑黑圓圓那種的。嗯。還有豬血呀。豬血。啊，還有那個豆芽菜啊，那些。會不會只是看本兄弟都買個東西全部丟下去？可是那對你來講就是家的味道。可是我裡面其實寫的是應該上講凍貼片，跟米線冇可能，我上講可能係飲濃嘅某個調味料，因為個調油嘅米線就凍貼片。哦，所以等下你嘅飯呢夾到呀當。夾落去飯，這個冇甜甜味夾落去好好看。應該飯跟都一盤應該就好了。好，對啊，一盤就好了。媽媽長得很像，就是很會做造型。嗯。你從細以前上當中媽媽就愛用短條那麼，差不多各種高 hair 吧。哦，這樣我覺得這樣比較利落啊，工作起來。而且媽媽絕對是大美女。很多椰南妹都有嘅耶。血統。有混血髮。法規。我你兩個冇看我要蓋下去就是一個圓圓的啊。不用了。啊，完了，剛才預告的情節出現了。我就說吧。啊！我先提醒你，聽媽媽的就是對的。應該係一隻湯，一隻米粉，一個 set 頭串咁樣出來。你是豬嗎？豬隊友的部分。你看呢，今年係南北客家太平嘅太第站了哦。啊！我先提醒你，聽媽媽的就是對的。哦，來。哇！老豆人，你炒料嘅時間要不用再有嘅調酒咧。肉嘅。啊，等下喊我冇。愛。好。對你來講哦，就是這種動作。係膚色人生變好嘅。最好是阿妹料理係嘛？那種在搞嘅魚。最後是給酒。雞酒。他太太剛才是這樣說。真的。你們心有靈犀呢。真的。
真的所以很厉害。太太坐月子的时间就会妈妈天数中捏的哦。哎，走，会不会妈妈煮太好吃，她就想一直在生下去？都是我在吃比较多，我在坐月子。原本不是这样子是吗？对，原本是2分之一的玉米，小玉米。但是又俺不会做出来，妈妈都很丰哈。哎，对，小时候很多东西可以吃。我嘛个袂做啦，是讲做生意冇险啦。因为接到了这节目的绕墙咨询哦，体育这瞬间就想到阿妹。对，因为妈妈就是家里面最会煮菜，对不对？哇，第六就加盖油哦，就挺动效。对，也有真的很精髓。那是你们的秘密武器。他们昨天晚上煮鸡酒的时间，给在给。去年个盖油是学电来嘞。我本来就我家己煮来煮，我来讲冇放片啦。马上讲冇放片。我讲我用冇嘛小煮。應該係一扎湯、一扎米粉，一個 set 頭串咁樣出來。你是豬嗎？豬隊友的湯水。不關我事。好啦，來例行來兜酸了哈。天草馬上來兜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吃看哪最杯米館，哪一部開料理較讚掉咯。來，本親愛嘅總裁。好，今下呢，真係係南北客家太平嘅太對站了哦。錯，先來食飯好唔好？好，來，排骨飯。哇，但長用皮也都凍很豐呢。我吃啦。好好吃哦，燕峰。他說秘密武器，它的這個手配可以挺好吃哦。泡菜，因為有魚露的香氣。那嘿，懂正統嘅越南嘅做飯嗎？錯噶，這個我是家腌的呀。唔過到越南冇落櫻花蝦吧？沒有啊。有，我住海邊，我是第一位做呢。我自己是我跟爸爸是母魚呀。你看海邊啊，住海邊。哇！你們覺得他們做的牛拌也好吃，好吃的哦，異口同聲的哦。等一下就來試看一下炒米粉了哦。係對哦，可能唔啲喎，冇吃鹹唔啲哦。你剛剛冇吃過啊？完全冇吃。台師傅唔是起，做對了。米粉哦。對我來講，重點就係冇調造，冇調色，嘟嘟好。兩個給有真給有整茶，非常的加分。我現在問問看，田姐，你要真心跟我評分一下，夠唔夠用吧？呀，米粉我感覺個豬油的問題不好吃。雞油，雞油，雞油。好巧。你是？哎呦，燕鳳公凍好些了。我吃不完。媽媽留給你吃。媽媽真的很愛你耶。她說吃不完。對啊，他愛我。好的，這邊還沒曬恩愛。哎呀，人家曬成這樣子，你們。親媽媽一個啦。田姐，你不服輸哦。比到這樣。懂安講哦。這樣。看過母子那種示愛之後呢，所以看一下師傅牛拌評分了。好，一下呢，真係攏認咗，因為剛剛頭前呢係南區領先1分。4分。對，好，所以做到最本你嘅成績，我很用版的風吹搶分分數。哎，你有賺嗎？搶分分數。哇，滿分。9分，長99。好，不然不要壓力來嘞。我們等一下實際行動來一下，冇分數我們就直接親下去，好不好？來，看下攬水搶分分數。已經問愛嗎？當然了，你忘記一開始就說你是什麼？神隊友。對友。哎喂，講清楚哦，怎麼改？一定有原因嘛。來，阿斌哥先講。好，這邊吼都已經做啦。第一篇就係搭配咧風水啊，用啲設計咧顏啦嚟咧風水啦，櫻花蝦去做呢一套料理對唔對？當重要嘅角色，啊鹹淡啊，你全掌握到當好，紅油啊配咧盤後嘟嘟好鹹淡咁。呢一片因可能好冇按熟悉，所以佢嘅配料變到當香，當又鹹咧。係可能不用解後背，不用解調油，叫米粉啊，叫色嘅啲，不用好多一啲啲咧，所以食落變到好鹹咧。哦，雪玲姐，米粉姐，
我日本学过分的原因是曾经讲，应该越南的料理到台湾的食材连合起来吼，我吃到米线冻搭啦，真的做的米线曾经做来冻吼，啊唔会油腻啊哈。做嘛我分冇按多份呢，因为我吃到你见面是讲，15磅加1cc的芹菜香菜的，跟米线做的冇同样，跟米线做的有加分的效果，又唔会按咸，唔会讲按过咸。啊，又含有个生物会跳脱出来，也冇按油啦。你这边后背平常都给油的，所以个香气还是有的。嘿，所以什么是不？一般他一般要先吃这一下。你直接带麻油鸡，含白管麻油，所以在吃上节目来不会我已经买。嘿哦，电动这才更好吃。真的。那一般就等一下立刻跟苏小姐报名下一集。好，对，我们3点就会录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开场，又很腻哦。鸡酒已经准备好。好了，成绩已经出来，马上来立就来颁奖喽。好，这个是什么？10秒的颁奖。用。然后成绩已经出来，风吹得到9分，男吹得到8分，先来恭喜风吹第一名，得到3000元的加菜赵清飞，你看这小都按欢喜哦，5俩好，换蓝队大笑喽！一定要得到个奖品，哎呦，按酱按到建成粉局双锅组，又酱哦，这边要申请少1分，挺险哦，真的呢。好，不管用的呢，其实哦，给妹对这种吹来讲，都是一个很新鲜、很棒的回忆。先来讲，全台湾最甜嘅甜姐哈，多谢老太太来讲一下，你要不要参加嘅心得好吗？感谢大家这里的服务我们，还有那个两位那个厨师，还有你们2个。我今天是还有我儿子，我就感谢他，还有我今天在这边，谢谢。哇。你还没？我不会讲话。不会，你讲也很好。他会讲，我不太会讲。但是他现在就挤他所有的诚意要感谢他，安静，感苏到诶，他100过来。好，越南人说话都是讲话算话。动写菜了。对。好，那好，恭喜。好。马上了老，向燕峰老太太分享一下，这次第100老妈妈给他送天师，可以写一首歌，这首素材够了吧？够了。老太太分享一下心情。哇，就喺 MV 下面喺對平常送了，然後從門日就帶佢出去聊。雖然從門日落台，因為從門母親節嘛，跟人要帶佢去那個桃園機場看飛機。哇，好浪漫哦！啊，就我就 po 先動嘛，跟成日就問佢講，我就某次性講你打羽毛球好嗎？他居然跟我說好。然後我們晚上去打羽毛球，打1點鐘，覺得沒有這麼健康的母親節，沒有這麼幸福的母子，真的是潛意識的情人哎。對，接下來帶媽媽手來好啦，找蘇小姐報名。好，冇問題。恭喜。早哈嘍哟，其實我覺得對玉明來講哈，每係動咱的記憶，心情跟大家分享。動歡喜，動歡喜，有這個機會跟帶媽媽一起來上節目，她人生的第一次節目。媽媽現在走幕前啦。哦，因為4代下哦，2下翕樣片哦，媽媽也常常參與腳。走。對，參與這個客家影片。那粉絲常常找她。不找。電動美款衣。哦，一凡姐，今天讓你來了強下來，心情那個感受。動歡喜，然後來新 Q 強下出來動歡喜。係啊。按用成分。兩個主持人要強咧，將是阿姐，演到是阿哥咧，要強阿咧來參加節目，當歡喜什麼嘢？還有2位廚師，都這什麼嘢？係啊，家下要入河內哦，因為家下玉米咪要講，你最厲害嘅就係馬腰雞，咩？雞酒，係啊，鹹白字條為大內，本大家食，土先不強下來。好。哦，還有2個凍電影寫嘅梅兒，2個。好，約好了，恭喜！好了，今天呢，真嘅動歡喜可以呢，你們把第一次的錄影經驗呢，就獻給我們的節目哈。2位媽媽又按讚對回來耶，真的是太幸福了。做媽媽有幸福的料理呢，就是從每一個感情出來嘅，然後用感情進去做料理。
哎呀，也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带自家阿妹跳下来报名参加自家之主哟。六位师傅和你摆妹做带妈妈跳下来比赛啊。对啊。对啊，但是你们不能参赛。还有摸公平。对。好了，一家子做等你跳下来要到 V P K 咯，和你摆再见。拜拜。讲到了。